歡迎嚟到法式學堂，我係孖天央楊雲峰律師。今次要講嘅呢單案，簡直係直供上面嘅最大世紀騙局。一個着住黑色樽領衫，把聲成日都壓到好低沉講嘢嘅後生女，曾經俾人哋捧到上天，話佢係女版嘅 Steve Jobs。公司嘅估值一度衝到去90億美金，即係700幾億港紙。原來呢一切都係由大話堆砌出嚟嘅海市蜃樓。喺呢單案入邊有兩個好後生嘅吹哨人，佢哋賭上咗自己嘅前途，但係為咗揾出真相。故事嘅主角叫做 Elizabeth Holmes， 佢係2003年由史丹福大學輟學創立咗間公司叫做 Theranos。佢當時賣嘅概念就係用一隻手指頭篤一滴血就可以做幾百項嘅醫療檢測，由膽固醇到癌症乜都驗到，聽落好吸引喎。連美國前國務卿 George Shultz 同埋傳媒大亨梅鐸，甚至乎連鎖藥房巨頭 Walgreens 都信到十足十，不停咁泵水俾佢。首先講下佢創立呢間公司嘅賣點先啦。Elizabeth 就同投資者講 Theranos 就有一部好特別嘅機器叫做Edison 或者叫做 Mini Lab， 一部機搞掂晒所有嘅檢測，但係法庭證據就顯示呢部機根本就係廢嘅。事實上呢部機喺臨床嘅效果上邊根本冇做到超過12種嘅血液檢測，咁其他嗰幾百種檢測點算呢？原來佢偷偷地買咗出邊商用嘅大機嘅牌子係西門子，然之後將病人嘅血放喺入去測試，得到一個測試嘅結果，咁樣咪好似佢部機做到好多嘢咁咯。後尾佢竟然仲將啲血稀釋咗去驗添，咁但係喺醫學上嚟講係一個好危險嘅動作，因為稀釋血液會令到結果極度唔準確，隨時會害死人。更加離譜嘅係偽造文件，為咗氹嗰個藥房 Walgreens 落塔 ，Elizabeth send 咗幾份嘅報告俾人，上邊印住幾間大藥廠，包括輝瑞嘅 logo。咁 Walgreens 啲高層見到大藥廠嘅背書梗係信啦，但喺法庭上邊 Elizabeth 承認咗呢啲 logo 其實係用 Photoshop P 上去嘅啫。輝瑞嘅人就作證，佢哋根本就冇驗證過呢部機嘅技術，甚至乎覺得 Elizabeth 呢份報告根本就不可信。仲要吹到好大嘅呢，就係關於軍方嘅，佢就不停咁同投資者咁講啦，啲設備呢，就已經喺戰場上邊俾美軍用緊噶啦，甚至乎喺阿富汗、伊拉克嘅直升機上邊救緊傷兵。但係法庭就傳召咗美國有關嘅將軍同埋嗰間公司嘅前員工出庭，證實呢就係完全老作嘅。法庭檔案記錄咗一個都幾恐怖嘅案例，有個大肚婆就話收咗個錯誤嘅驗測報告，話佢就嚟流產，咁但係其實佢個 BB 好健康噶。呢個病人呢，就俾人哋檢測到有晚期嘅前列腺癌，仲有人無啦啦俾人驗到有艾滋病嘅陽性。就喺呢個大話就嚟俾人篤爆嘅時候，公司嘅內部發生咗一件大事。根據法庭文件，喺2016年 Theranos 被逼作廢，過去2年間用 Edison 呢部機器所做嘅檢測報告大約係5萬到6萬份報告。就喺呢個時候，有2個年青人覺得頂唔順啦，決定要企出嚟，就係 Tyler Shultz 同埋 Erica Zhang。如果話揭露真相需要勇氣，咁對於 Tyler 嚟講，佢需要嘅唔單止係勇氣，仲要係同成個家族反面嘅覺悟。我哋講下 Tyler 嘅背景先啦。佢畢業於史丹福大學生物學系，佢同 Elizabeth 嘅相識係好戲劇性嘅，係喺佢阿爺嘅屋企客廳裏邊識嘅。佢阿爺係邊個？就係美國前國務卿列根總統嘅左右手 George Shultz， 亦都係頭先我哋講嗰間公司 Theranos 裏邊嘅董事局嘅重量級成員。Tyler 當年見到 Elizabeth 就好似見到偶像咁，佢喺報章上邊講過一個好精警嘅比喻， Elizabeth 就好似同全世界人講，佢發明咗一個好似 Iron Man 嘅盔甲，你可以着住佢飛，又可以發射鐳射光，全世界都俾錢佢，信佢。而佢入到公司之後，佢先發現其實佢哋賣緊嘅只不過係一張 Iron Man 嘅海報。咁佢喺2013年畢業之後呢，就加入咗 Elizabeth 嗰間公司啦，職位係研究工程師。佢以為入咗一間可以改變世界嘅公司，點知入咗去先發現，所謂改變世界原來只不過係一個充滿欺騙嘅公開秘密。喺一個訪談入邊，Tyler 回憶起一個令佢崩潰嘅 moment。當時實驗室嘅團隊為咗測試準唔準，於是成班同事就自己抽血驗梅毒，結果你估下點？超過20% 嘅人驗到自己有梅毒，即係偽陽性爆燈。咁 Tyler 就話：我哋當時大家都笑咗出嚟，不過呢啲笑當然係充滿無奈啦，因為佢哋知道呢啲錯誤嘅報告係真係會發俾真實嘅病人。Tyler 試過喺內部解決問題，當時佢諗法好天真嘅，以為憑住佢自己同 Elizabeth 嘅私交，
同埋憑住佢阿爺嘅關係，可以喚醒管理層嘅良知。咁佢寫咗封 email 俾 Elizabeth， 列晒所有數據、造假嘅證據俾 Elizabeth。結果佢就收到一個電郵，個內容就係鬧佢無知、傲慢，仲有就係話如果你唔係國務卿嘅孫，一早就炒咗你，告到你甩褲添啦。Tyler 就好嬲，即刻辭職，但係佢冇諗到其實噩夢先至係啱啱開始。當佢開始秘密接觸華爾街日報記者嘅時候，公司開始瘋狂咁報復，請私家偵探跟蹤佢，威脅佢。最令佢心碎嘅係嚟自屋企嘅壓力。佢阿爺即係前國務卿啦，完全俾 Elizabeth 迷住咗。有一次家庭聚會入邊，呢一個公司嘅律師竟然埋伏咗喺屋企嘅客廳裏邊，逼佢簽一份文件，承認自己係講大話，如果唔係就會毀滅佢。Tyler 嘅回憶就話，當時佢阿爺竟然同佢講：Tyler，呢啲機真係喺阿富汗上邊嘅直升機度救緊人噶，甚至乎手術室都用緊噶。Tyler 當時無論點講都說服唔到呢個曾經叱咤風雲嘅阿爺，而呢個代價係十分沉重嘅。根據報道，Tyler 嘅父母被逼動用積蓄，甚至乎係差啲要賣樓去俾嗰40至50萬美金嘅律師費。一個20歲出頭嘅後生仔要對抗一間90億市值嘅公司獨角獸，仲要對付一個顯赫一時嘅阿爺。當時記者就問咗佢一句後唔後悔，佢就咁講嘅：I would do it all again。即係話如果俾佢嚟多一次，佢仍然會係咁做。與此同時，有另外一位女吹哨人，佢個名叫做 Erica 張，背景就好唔同啦。佢畢業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擁有分子細胞生物學同埋語言學雙學位。佢係屋企第一代嘅大學生，畢業之後急需一份工。佢喺校園嘅招聘會度俾 Elizabeth 嘅演講深深打動，覺得呢間公司可以令到醫療變成平民化，於是就滿懷理想咁加入咗呢間公司做實驗室嘅助理。但係入到實驗室冇耐啫，佢就發覺好大鑊啦。佢負責操作嗰啲 Edison 機器，即係愛迪生機器，啲數據日日都肥佬。正常嚟講，QC 唔過唔可以驗病人嘅血㗎，但係管理層竟然教佢哋將呢啲數據剔除，直至個結果睇落去合格為止。Erica 就咁形容嘅，呢個簡直係變魔術，就唔係做科學。喺法庭嘅檔案裏邊，我哋有一個好關鍵嘅報告，叫做 CMS 報告。呢個係美國醫療監管機構突擊檢查出嘅報告，認為公司嘅實驗室存在直接危害患者健康嘅缺陷，而 Erica 正正就係寫信去舉報嘅關鍵人物。Erica 喺其後嘅演講佢咁講嘅，佢實在冇辦法接受部機本身就係有問題，都仲要出報告俾病人，所以佢選擇咗辭職。之後咧就寫咗好長嘅信俾監管機構，詳細列出咗咧違規嘅行為，成為公司倒台嘅致命一擊。踢爆咗呢件事之後咧 ，Erica 就選擇咗離開美國呢個是非之地，據報道係嚟咗香港生活添。咁經過漫長嘅審訊，陪審團最終裁定 Elizabeth 面對11項控罪裏邊有4項係成立，呢4項係關於欺詐投資者。法官最終判佢要監禁11年加3個月，並且要同另一個共犯賠償4.5億美金俾翻啲受害者。佢當然唔忿氣啦，所以提出咗上訴，而上訴好快亦都衰咗啦。嗱，講翻 Taylor，佢經過幾年嘅法律訴訟咧，依家終於得到平反。雖然似乎佢冇攞到乜嘢獎金啦，甚至乎仲爭我一筆律師費。不過佢保住咗自己良知，但係最令人遺憾嘅係佢個阿爺喺過身之前都從來冇公開講過佢個孫其實係啱嘅。佢亦都喺訪問度咧就話，就係真相係有代價，但係講大話嘅代價係更加大。如果你係 Tyler， 面對住前國務卿阿爺同埋成堆律師嘅威脅，你會唔會簽嗰份同意事實書呢？定係你會好似佢咁賭上一切去揭穿呢一個謊言呢？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如果你中意我哋 channel， 記得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訂閱啦。